Google 相簿。你看，按一下画面，然后就出现右上角这个箭头，你看，可以2022年、2021年、2022年、2020年啊，2018年啊，2019怎么没有？19有了，左边的显示有看到，2018年庙会的活动的比较多，2017年哦。哦，你看刚刚那个南昆生戴天虎，你看那个建教活动去拍的，建教活动期间拍的，拍庙会的，拍庙会的也很多呢。拍宋江镇，麻豆总园艺文中心的。你看还有这个王船啊，安定书错真护宫，王船啊，你看配合柳营代天宴的出行活动，绕境啊，到达那个南投港，按共享可以，然后附资料夹，复制到 SDG， 按贴上，档案已经存在啊。那怎么做啊？那怎么找到那张？按右上角3个点，排列选啊，不是增加资料夹，也可以哦，增加资料夹存一下。没有，按一下排列，按一下类型，然后影片呢就可以跳过去，直接来找图片。影片比较多，照片在上面，在资料夹下面。真的有呢，这个这一张啊，拍摄南华大学图书馆吴进藏图书馆。